涉入劇場 Game of Eden 第二季小島篇第69回，合烏鴉。地點：封閉區域 Area DB Island 第3個島。時間：1800年9月21日，盧六揾到蘆葦之前。心跳越嚟越快，吻合舅父所講飲完靈魂之水嘅狀態。然後我終於睇到舅父所講嘅世界啦！我感受到霧氣嘅流動，就連離我好遠嘅海浪聲我都聽得到。我所有感官嘅感知力都大大提高。咁我係咪可以感應到婷婷依家喺邊啊？我感應到有人喺度掘緊泥，仲打開咗一本書。係咪婷婷啊？你係咪喺度啊？係咪揾到舅父本日記啊？但係我個心越跳越快，快到好似就嚟要跳出嚟咁。唔通呢個就係副作用？仲有我眼前嘅景象越嚟越黑，越嚟越冇力。喺再見到婷婷之前，我係唔可以有事㗎。偉仔，你唔好瞓啊！舅父，我係咪發夢啊？六仔好快會嚟救你噶啦，你唔好瞓啊！阿哥，撐住啊，偉仔！阿偉，你邊啊？啊！我聽到啲咩啊？阿哥，阿偉，我終於揾到你啦！阿哥，靈魂之水，我見到啊！偉仔，唔好講嘢住，唔緊要，我揾方法帶你出去。太遲啦，對，唔緊要噶，偉仔，唔好講嘢住，阿哥而家就帶你走。對，偉，唔好瞓啊，偉，唔好瞓啊！偉，阿偉你醒啊，偉，阿偉！阿偉斷咗氣，佢袋入面有卡比木、九節木、維迪斯葉、噩夢蘑菇、短尾草等等嘅幾種藥材，同一樽已經調配好嘅新靈魂之水。點解舅父又係咁？阿偉你又係咁？為咗見到所謂嘅玄武大帝同埋所謂嘅真相，要做到呢一個地步，要做到冇一條命都要去試。人工智能，你同我出嚟！由我踏入咗嚟到而家，你仲要龜縮到幾時？我哋世世代代都跟足你嘅指示去做，你究竟仲要玩到我哋幾時？出嚟！你同我出嚟啊！人工智能！呢個就係舅父同埋阿偉所飲嘅新靈魂之水，佢哋都係飲完之後就出事。咁我飲完又會發生咩事呢？我再次開啟全知狀態，阿偉已經冇咗屬於佢嘅靈魂顏色，人工智能亦都冇出現。我集中所有精神，嘗試感知呢個島所有嘅氣息同埋發生嘅事。我感知嘅範圍由10米到50米，再遠到去100米。然後我可以聽到呢個島竟然有千獸島先會出現嘅動物。我跟住腳步聲傳嚟嘅方向，即刻向西面跑過去。我喺濃霧之中係咁跑，好快我就見到一隻獅子，一隻犀牛，
同埋紅忍並行，而嗰隻紅忍散發出嚟嘅感覺，咁似我喺千獸島對戰嘅嗰一隻嘅。我聽到身後邊有一隻獵鷹拍翼，我擰轉頭一睇，佢向我飛埋嚟，仲穿過咗我嘅身體。點解會咁噶？係我嘅幻覺，定係佢哋根本唔係動物，而係出咗竅嘅靈魂？因為實在太奇怪啦，所以我唔敢跟得太貼。我慢慢跟住佢哋行，而啲霧就慢慢開始消散。終於佢哋停低落嚟，而喺佢哋面前出現咗一隻黑色嘅烏鴉，係唔係就係舅父見到嗰隻呢？佢伸出咗其中一隻翼，指示嗰幾隻動物向前行，然後隻烏鴉就望住我，仲向我飛埋嚟。之後佢用嘴啄咗我嘅手一下，個力仲大到我流血添。隻烏鴉飲咗我滴喺地下上面嘅血，成個畫面真係好詭異。不過更詭異嘅係，隻烏鴉飲完我啲血，就喺我面前全身發光，而且仲變成同我一樣咁高嘅一個人。佢係一個大約20-30歲左右嘅女人，一頭烏黑嘅長髮，身穿黑袍，戴住長長地由黑色羽毛製成嘅披肩。佢好凝重咁望住我，跟住佢同我講：盧六，你唔應該喺度出現噶，請回啦。你究竟係邊個？點解你會識得我？我認識啞鈴洲所有嘅人，佢哋需要你呢位村長，你按住嚟嘅方向離開就可以啦。你同我一樣，身上面都有3隻顏色。你唔係人工智能，你係邊個？我係邊個唔重要，重要嘅係你嘅崗位。大家各司其職，啞鈴洲就可以平安咁運作落去。我呢一刻嘅崗位就係一個哥哥，我唔帶阿偉同埋婷婷翻去係唔會走㗎。放心，玄武大帝自有安排。玄武大帝，你唔好再講咩玄武大帝，我唔會再信呢一套啊！無論你信唔信都好，都改變唔到呢個世界嘅規則。但係盧零冇問過我哋想唔想要呢啲規則噃。咁點做先可以令到你翻去啞鈴洲呢？好簡單，我要帶偉仔同埋婷婷翻去。估唔到盧和嘅仔咁硬頸咁固執，不過對比起盧偉，你係較適合做村長嘅。無謂多講，你再阻住我，唔好怪我唔客氣。盧婷方面，我就無能為力啦。不過我可以俾你再見盧偉一面，跟我過嚟啊！我跟住咗呢一位來歷不明嘅黑烏鴉小姐，一路向前行。冇幾耐，我就見到舅父靈魂出竅嚟到第3個島嘅畫面，就係一棵光禿禿嘅大樹，旁邊有7隻母雞，喺樹前邊有2隻烏鴉，一隻白色，一隻半黑半白，而有位同剛才見到嘅動物就企咗喺樹前邊。跟住嗰2隻烏鴉身上邊又發出閃光，變成咗2個分別身穿白羽毛同埋黑白羽毛披肩嘅男人。白烏鴉男人伸手示意阿偉掂過一棵光禿禿嘅大樹。阿偉，我嚟咗啦！阿偉，阿偉，阿哥，阿哥，點解好似有一塊透明嘅牆擋住我哋嘅？黑烏啊，究竟發生咩事？盧六，你望到佢身上嘅顏色，應該知點解噶。阿哥，對唔住，我冇聽你講，獨自出海，仲飲咗舅父調配嘅靈魂之水。阿偉，你咩都唔使講，阿哥一定有辦法將你帶翻啞鈴洲。阿哥，冇用噶，我諗我同舅父一樣，飲嘅份量太多，所以中毒身亡咗。黑烏鴉，我用第6代村長嘅身份命令你，快啲放咗阿偉。盧六，就算你係村長，但係都冇能力打破生老病死嘅規條。盧偉同裘志一樣，擅自飲靈魂之水，成為村長以外得知世界真相嘅人，所以下場只有一個，就係死。而擋住喺你2兄弟中間嘅，就係生死嘅分界線。
阿哥，原來所謂嘅第三個島係生死嘅中途島。原來有啲嘢真係要死咗先知。原本球志同蘆葦嘅陽壽會更長，可惜佢哋挑戰規條，我哋都阻止唔到。如果呢個世界根本冇靈魂之水，冇惡夢蘑菇，舅父同阿偉咪乜事都冇咯。阿哥啊，就算呢啲藥材全部都唔存在，但係我同舅父都一樣會去不斷試。我知，咪就係試到你哋兩個都死咗咯。呢百幾年嚟，球志係第一個在生嘅人登上第三個島，而你哋兩個就係第二同第三個。我由衷佩服你哋。咁又有咩用啊？哥啊，我可以見證舅父唔係講大話，同死前知道少少呢個世界嘅真面目，都叫完咗一個心願啦。只係仲未揾到婷婷呢一層，就要靠你啦。阿偉，我而家點樣同阿媽交代啊？你又係咁，舅父又係咁，而家連阿爸都死埋，佢一定接受唔到咁大嘅打擊噶。阿爸，佢死咗？佢喺大空日之後就發病，唔夠一個星期就過咗身。阿哥，對唔住啊，好啦，時辰到啦，蘆葦要上路啦。俾我同阿偉傾多陣，一陣咁多。人就係咁，生前唔好好傾清楚，到死咗先留低咁多遺憾。好啦，要行啦。阿哥，再見啦。我望住黑烏鴉小姐穿過透明嘅牆，然之後帶住阿偉行去嗰棵光禿禿嘅大樹。就算改變唔到任何嘢，但係我都忍唔住係咁大叫：阿偉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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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白烏鴉同埋半黑半白烏鴉同埋其他動物都離開咗，得返我同黑烏鴉小姐以及呢一棵光禿禿嘅樹。黑烏鴉小姐，跟住我要做啲咩啊？好簡單，你只要伸手掂住呢一棵光禿禿嘅樹就可以啦。就喺我伸手掂住棵樹嘅一剎那，好似有一股氣流通過我全身，再走入棵樹嗰度，而棵樹好似俾呢一股氣流刺激咗，光禿禿嘅樹突然生長，佢生咗好多塊樹葉出嚟啊！你望唔望到有一塊樹葉係黑色噶？望到啊！嗰塊既係樹葉，亦係你作嘅業。Zip 噏劇場 Game of Eden 第二季小島篇第69回，黑烏鴉。思芬飾演盧綠，鄧天樂飾演蘆葦 ，Kitty 飾演黑烏鴉，阿 O 飾演球志，編劇及製作阿攝，音樂 Beat Friday，封面設計 Follow Me Like Black。